记下百万，来欢迎咱第一组的来宾梁家。两两球，一定赢！一定赢啦！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我们的小嘎，阮小小爱说你哦。小小爱说你哦，来，咱今晚上擂台，请，大家行，说你，来，来，欢迎，嗨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米秀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雄，是，那阮第一组队长该介绍嘞，是，小亮哥哥，欢迎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亮哥。嘿，我甲你讲哦，小亮哥哦是真罕你上节目的。真正而且今日翁仔某拢来，这对啊个较无简单。嘿是，咱欢迎小亮哥哥。欢迎啊，谢谢来，介绍阮某，一定要介绍。嘿，你可以讲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林珠优。是对。我今日有传阮的同学来哦。嘿，阮的同学就是伊。大家好，我是苏贤，今日我带我的女朋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环英。哦，是。明白。即马呢是两队哦。两队。是两队，咱就合作起来，加油把咱100万摕到登去。好，好，欢迎恁来，是好来换你那边。哦，你那边两队，阮这边嘛是两队哦。哎呦，欢迎阮这边的队长肖红林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什么？肖红林。肖红林，我叫做肖昂林的。哦，迄个是较红哟。哦，大肖红林买赛哦。肖红林。哎，等下问老师好啊。好，问老师。我一直想讲是红的。好来。我今日带阮某来。哎呦。大家好，我是叫阿星。阿星，好70后太太。哦。嘿，阿太太的朋友吗？无是阮朋友。哦，恁朋友。来介绍。我是艺兴，我是红人的朋友。嘿，今仔带阮某来。哎呦。是。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阳。哎，欢迎。啊，真温柔吼。对啊。今日应该是算有4队吼。有4队。哇，安尼真好问啊。但是4队吼，有9个人。 4队有9个人哦，对。哦，有戏啊，有戏啊，有戏。多一个无形啦，有型。哎呀，买一个恭喜，嘿，做位参加啦，恭喜哈！嘿，你妈妈不到内面吼，就开始学台语啦，袂歹，嘿，学台语袂歹哦。好，来先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哦，哈。欢迎来林小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学台语照起工，咱的文化都很忙哦。哦，赞！以后真正有5万哦，加油！吼，咱嘛要5万这个囡仔哦，哈，是好来，大家一定会唔知阮的规矩哈。对。嘿，来，咱介绍一个规矩。咱这摆吼是第7季啊，第7季新的迄个制度出来，都是有初赛、复赛、甲决赛。中啊吼，你只要经过3个关卡了，都摕到机会上尾100万哦。是，咱即嘛是初选。嘿，初选先把这门票摕到啦。加油！是，啊，大家就想要看100万的对吧？好，来，互恁看一个。来，皮胖一个啊！来。好，卖币我先摕转来。别，咱来有运动家的精神呐。爱比才会使啊，是一定要甲比落去啦吼。啊，两边我相信台语应该拢真牛哦。拢差不多60分。哎，不要紧，咱就一直当这拍拼就对啊啦。不错。好啊，甲台语讲落去啦，加油啊！好，来，今日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美秀、阿雄，经济兵。好，来，这个回合美秀有一个答案。阿雄，我冇一个答案。是，啊，咱的分数安怎算？哦，咱这回合吼，拢总上侪有6个答案。恁只要选到一个1000，上侪咧摕到6000块哦。哦，来，先个6000块甲摕起来哦。加油！嘿，好，来，咱要出题啊哦。老师，咱请出题。第一条，请问梅花座的台语安怎讲？
哦，梅花座哦。美秀这边是梧桐座，哦，梧桐座，是安怎讲咧？咱梅花唔是安尼。系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嘿，以前咱考试查甫拢安尼，嘿，拢爱搭袂迄落做壁嘛。嘿，对对。是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梧桐座。哦，因为跳开安尼。拍麻雀的梧桐了，对。梧桐啦，厉害哦，高手。讲到麻雀，嘿，有兴趣啊。嘿，安尼就对啊啦。是，啊那你边咧？哦，我这边叫做让位坐。让位。嘿，位就是查甫一排嘛，但是要让开啊，互查某来坐，对不？让位坐。哦，嘛是有道理哦。系啊。是，不过必须的答案是梧桐座。我的答案是让位坐。好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是我的梧桐座，还是让位坐咧？好来。哦，真正有影对麻雀较有兴趣的。嘿，有影。这真正要咱动脑筋啦。要结头。是，不过某会滴啊，是安那咧？注意我感觉是让位坐啦。你感觉是让位坐哦？啊，伊就坚持要梧桐，我嘛无法。啊，伊就梧桐才会够。我梧桐较顺啊。嘿啦，对。单调梧桐啊呢。想那坐位跟麻雀有关系？无，伊等下可能会偌准，可能出麻雀的迄落题目啦。是，所以梧桐座啦。安尼听拄啊好，迄一个形体嘛。对啊。哦，啊你5个人安尼坐，你讲，敢若5支枕头安尼。哦，浪汤安尼。对。安尼我感觉迄牛位坐哦，因为啥？你只有主位爱牛位。哦。其他。所以大家就一定分开坐嘛。对不对？所以我感觉梧桐座较合理。哦，伊嘛有道理咧。有可能。是，啊那咱这边咧。我感觉就是讲，迄个时阵政府讲爱坐梅花座的时阵，梅花座，最简单就是爱坐一个牛一个，坐一个牛一个，是，所以我感觉是牛位座。哦，让位座吗？结果是让位座，让位座。啊，咱这边诶，我感觉无一定是在人，所以我感觉是让位座。无一定拄好坐甲地。嘿，我感觉会当有6个人，有7个人，无就8个人安尼。嘿啊，就是人贵就对啊。好，对，伊拢有顾虑到啊。人多甲人少，伊拢有顾虑到啊。袂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让位座。前几档啊，疫情咧滚假的时阵，啊，政府唔是讲叫咱啊，不管咱去戏院看电影、去餐厅食饭，啊，第一呐，就爱坐迄个梅花座嘛，叫你爱让开嘛，哦，所以是让位座。好，来第2题啊！加油哦！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即马少年人讲的加逼话是啥物意思？好，美秀这边是形容人讲话真浪漫啦，是因为咖啡嘛，啊是不是？就咱有迄咖啡因啊，咖啡，嘿，啊食落对，哦，足欢喜，足欢喜，你就感觉啥人讲的话，你讲哦，足甜的，足浪漫的啦，是安尼哦，是，所以我的话是形容人讲话真浪漫。是阿雄我吼，我是感觉伊是形容人咯，黑白讲话。哈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影，喝咖啡聊是非，坐落来开始啉咖啡，放轻松了，就开始讲一寡543的。哦，你都唔知迄个查甫人吼，甲迄个查某人因两个刚做伙啊，啊就愈讲愈远啦。吼，唔过歹势呢，我的答案也是形容人讲话真浪漫。我的答案是形容人拢黑白乱讲话。哦，好来，咱2队请选择。你感觉是多？必须阿雄演一遍，来哦，给牛力啊，牛力啊，嘿，莫丢啊，牛力啊，牛力啊，哦，哎，拢选你哦，嘿，拢知影，拢唔惊我黑白乱讲话。真正就是喝咖啡聊是非啊，啉咖啡啊，就是讲人的是非啊，是，对啊，哎，有道理啊，一日敢哪有查甫要甲咱讲浪漫的话？哦，就是无咩，所以讲伊拢袂甲你讲浪漫的话，伊拢啉茶啊，就就嗨。无咧食咖啡啊，我无咧啉咖啡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形容人黑白乱讲话。这个咖啡和
含恁想的咖啡是无啥共的无啥共的好，来，咱讲每一个世代都有因流行的用语啦，吼。啊，即马少年人哦，因讲这咖啡话，原来意思是啥？伊食迄款哦有掺毒品的咖啡。哎呦，爱互你啉了啊，人会安尼马西马西，啊乌白讲话，啊后来是摕来形容人啊呐。乌白乱讲话，啊讲一寡啥？拄则咱上哥讲的啦，讲一寡543啦，啊是迄无营养遐粪色话啦，啊就讲伊咧讲咖啡话。哦，嘿，听起来超好听，你讲咖啡话哦。系啊，但是后壁真恐怖呢，食毒品呢。食毒品就千万唔通唔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第三题啊哦。加油加油啊！咱请出销。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圆仔炒大面是啥物意思？好，美秀这边有足肯定的答案，就是高高甜。是安那高高甜呢？圆仔甲大面要炒做伙，哪有可能都高啊乱七八糟啊？是毋是？所以讲我的答案就是高高甜。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无共款哦，因为圆仔是团圆嘛，啊面就是长细寿嘛，久久长长嘛，卖长嘛。啊你圆仔甲大面炒做伙，就是代表久久长长拢会使做伙团圆啊！哇，你讲了真好哦！嘿嘿，来哦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高高甜。阿雄这边的答案是做伙团圆。好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你看哇，圆仔是团圆无唔对啦。是。爱大面吼，甲圆仔要南做伙，迄就甲一个高做伙。就可以啊。我嘛一世人食到大汉嘛，唔捌食到这款料理。哦。我实在是无食过安尼的物件，所以我感觉是高高甜。莫讲你无高高甜，小亮哥哥嘛讲伊无食过。圆仔炒大面是做伙团圆，还是高高甜咧？来哦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高高甜。阿雄这边的答案是做伙团圆。好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演一边。哎呦，困难哦。是，大家拢感觉我会较有道理啦。圆仔哪有可能会甲落啊做伙咧？你看看，圆仔是团圆无唔对啦。是。爱大面吼，甲圆仔要南做伙，迄就甲一个高做伙。就可以啊。我嘛一世人食到大汉嘛，唔捌食到这款料理。哎，嘛不一样咧一定是咧讲迄个高高甜的代志啦。哦，是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来，输赢。我是感觉圆仔甲大面炒做伙，唔对啦做伙嘛，拢高做伙。应该唔是做伙团圆的意思，应该是高高甜的意思。我实在是无食过安尼的物件，所以我感觉是高高甜。莫讲你无高高甜，小亮哥哥嘛讲伊无食过。我嘛无食过。係啊，有足多团圆。他有食过。我有听阮阿嬷讲。哦。甲细汉的时阵，有讲过这。哦。圆仔炒大面。圆仔炒大面嘛。啊，你是倒位的人？我是红山。哦，高雄的朋友。红山，是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高高甜。哦。三题嘛，爱总算我丢一个嘛，对唔对？来，稳数。各位，各得到2000啦！来，小嘉，这边嘛是2000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来，老师。来，这圆仔炒大面，咱拄啊来宾拢讲无食过，绝对无食过，无人安尼煮的啊吼。拄啊美秀解说啊真好，两项甲炒做伙，是毋是着黏做伙、高做伙？所以这句话伫咧形容一个人，真爱甲人啊呐高高甜。比如讲啊，为查甫的话，去着看到查某囡仔，啊黏伊要甲人加奶，啊黏伊要招人去看电影，啊一直找理由要甲人啊呐圆仔。炒大面，安尼高高甜。好，来，咱看分数，来看阮两家有5000。哎，啊那阮的小家有6000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二位啊，正港佚佗人。正港
佚佗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要去倒位看是，咧？咱这回合吼，就是会用咱的镜头，带咱来去看世界，还是台湾，还是外岛的风景无共款。但上主要，伊是为迄个空中看出去的哦。哦，真正无共款哦，是随着啊，偌济钱？哎，咱的奖金3000块。 3000块啊，哦。这阶段有4题，所以上最才得到12000块，加油哦，哦！咱的4位拢会摕起来，就是12000块啊！哦，是好来问一下吼，这2位吼，真正拢无简单的。对啊。伫细汉啊，小朋友的时阵就开始演戏，嘿，小朋友开始就是唱歌。无错无错无错。是，就敢若咱的童星，对不对？哇，也童星哦。嘿，哇，伊唱歌。啊，你欢喜？伊唱儿歌的吼。不，伊比赛，伊比赛。台语歌。啊，唱台语歌。我细汉的时阵有看小亮哥。哦。是。我主持演这个唱台语歌比赛吼。是。有另外一间公司有咧比嘛。嘿。啊，有一个少年的袂歹。这少年的袂歹。嗯。唱迄个翘脚练水手迄个。迄个彭顺杰。嘿，对。哎，你过记哦。记。我是歹势甲名讲出来呢。哦。袂啦，红林是迄个5度关掉哦。是。对，五等奖。哦，五等奖哦。嘿，高手。5粒丁的哦。5粒丁。迄个是唱几年？无唱几年，唱10个月尔。 10个月，向几岁？迄当阵是13岁。13岁哦。少年呢。其实还真侪，咱真侪歌手哦，10几岁的时阵，啥物拢真好，林俊逸。哦，对。嘛是有丁的出来。但是13岁就开始咧变声呢。13岁，我好家者还未开始变声。哦，这个我共款，较慢当大人啦。哦，真正好你家在。好你家。是啊，不过咱即嘛健康就好啊啦。对。好来。 上个咱今日去倒佚佗？是，咱刷落来的这个题目吼，爱请恁讲出来，这个城市是啥物名？哦，嘿2个字哦，啥物名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这啥物？哦，红林较紧哦。来，巴黎。啊，台语。还是英文拢可以。我头拄应该是讲台语啊。巴黎。对。巴黎。唔对，去台探巴黎。哎，这爱想一个。对。巴黎。巴黎是国语。好，确定哦。确定哦。我问哦，好来，老师，巴黎对不对？好啦，小亮哥安尼讲，安尼家己较严。哦，来，不要紧，咱搁继续欣赏，先欣赏。好来，看完啦吼。继续。小亮哥哥，你有答？巴黎。哦，巴黎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巴黎对唔对？有哦。哎呦，巴黎。 2年前才起背尔啦。是，好来分数。叫伊得了3000咯。巴黎是较正音啦，嘿，巴黎这音爱较好势吼。啊，拄则咱互因一个看到迄个铁塔。 哦，就随前要紧起啊，紧起有无吼？这个铁塔就是啥？这个巴黎铁塔，啊，伊的正名是这个 Eiffel Tower， 叫做埃菲尔铁塔啦，吼。伊是巴黎上界有名的这个地标。啊，苏当年起这个 Eiffel Tower 吼，伊有2个目的，一个是要纪念这个法国。 大革命已经成功100周年啊！是。啊，第2个是要迎接伫巴黎举办的这个国际博览会。哦。啊，这个铁塔有330公尺高，伊自这个1887年起好，到1931年，纽约起坐迄个帝国大楼，迄摩天大楼啦。美国的帝国大楼。第二，伫这起好进程吼，有45栋。 这个 Eiffel Tower， 伊拢是世界上悬的建筑物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2位太多，嘿，2位太多，是。你厝会讲台语啊？厝会讲台语啊？是啊。嘿啊。厝的生活当中摕来吃，
无共啊，无共，哪有共？无共啊，因为这拢讲一寡文言文啊。哦，我若在厝里甲阮老爸讲，咱来芭蕾，伊会生气呢。所以讲，阮即马做这个节目，就是要希望大家会当好好啊，甲台语好好啊讲，嘿，好啊吸收安尼啦，是无台语加厉害。嘿啊，真好听对无？高雄迄边应该拢是讲台语较济。啊，毋过阮细汉时阵吼，嘛是甲阿嬷拢讲台湾国语啊。嘿啊，像伊想要甲阮开讲，因为讲啊，阮来去坐公车，还是公车，对，就是台湾国语做伙讲安尼。是，就是咱来配合阿嬷，阿嬷嘛想要配合啦，阿嬷是爱啦。看这个节目好啊，甲阿嬷，也是讲咱的孙仔辈吼，来好好啊学台语，嘿，他搁甲阿嬷讲真侪台语哦，真趣味的台语哦，吼。好啦，以上的咱今日去倒去佗？是，咱刷来这个影片吼，啊，请恁讲出来，这个美丽的小岛是伫咧什么国家两个字？哦，小岛哦，是什么两个字的国家哦？好，来咱请看。蓝色甲白色哦，这个海边的沙标哦。哦，来，台语袂晓，会使讲英语。Greece。哦，确定吼。确定。你搁念一届给老师听。较大声。Greece。哦，恭喜！哦 ，Greece。嘿，系啊。是。好，来分数先。恭喜得了3000咯，袂歹袂歹。来，咱继续先看，咱再来请教老师哈。来，继续看落去。啊，水甲哦，嘿，真水。Greece 咱华语叫做希腊啦，啊台语吼有2种讲法，吼一种叫做希腊，啊一种叫做希腊。好，啊这个小岛呢叫做 Santorini， 伊是希腊上界出名的岛屿，吼，所以当年热人哦，为世界各国来遮度假的人，哦安尼定定，吼，啊伊是一个啥足特别，是一个火山岛，吼，伊的火山脉爆发过几啊摆，尤其是伫公元1500年前迄摆上界严重，中遐规个怎安尼落落来，吼，啊，迄个你若去遐观光，你会看到有乌色啦、红色啦、白色的这个火山岩，就是火山岩，吼，这拢是这个火山爆发，然后 Santorini 的礼物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起码9000甲8000差1000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去佚佗哦！加油！好，来，上个咱今日去倒佚佗？是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请恁讲出这个国家的名字2个字。哦，2个字的国家哦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哦，这有名啦！水哦！哇，水噶！哦，来，当个 Spain 西班牙。哦，2个字。3个字。啊，你讲出3个字。嘿，2个字。Spain 是2个字呀。想紧张来，我小想一下。这个国家吼，甲一个儿童的这个故事，真有名的故事有关系。英国。哦。英国。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英国对唔对？英国伤大。哦。所以这较水。不要紧，机会互你哦，吼，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哇，真水，吼，是啊，真正甲念者，这内底拢无迄条我要讲的重点的。是，不要紧，你重点通甲伊讲，因为这个国家吼，伊内底有最有名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种人鱼，一半身是人，一半身是鱼。人鱼，你讲人鱼的故事？哎对。拄仔讲挪威。
挪威，哦，挪威，确定吼？挪威。确定。哦，啊，我就提示甲安尼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挪威对唔对？哎，就歹势咯。哎呀，可惜。伊个这个国家是丹麦，哦，丹麦，啊，咱台语会当讲丹麦，嘛会当讲丹麦。丹麦，会可能丹麦你会听较有啦吼。麦啊麦。啊，伊个这是一个拄则咱上个有提示吼，也有一个足有名的写囡仔故事的作家Anderson。安徒生，对。哇，你细汉可毋捌看过一个囡仔故事，叫做《卖番后花枝的查某囡仔》哦，哎呦，哇，哦，好，啊，这丹麦是一个动画王国啦吼，伊毋若风景水尔，伊甲有出一个真高，我拄仔讲的真高写囡仔故事的作家吼，这个 Anderson 吼，安徒生吼，啊，咱拄则影片看到，迄是丹麦伊上大圆柱顶的教堂，哦，叫做Frederick 教堂吼，啊，迄个伊是伫伊的首都嘛是丹麦上大的都市，叫做 Copenhagen， 就是哥本哈根。哦，咱大家会当甲翻做哥本哈根啦，吼。啊，这哥本哈根的海边啊，吼是咱影片伤底无做到的，吼。来，遐有一个足出名的地标，拄啊上哥讲的啥？美人鱼的雕像，吼，啊，这就是根据咱的安徒生伊写的这个囡仔故事，叫做《美人鱼》来创作的。真侪观光客若去到遐，一定去看这个雕像。哎，不要紧，同款，今嘛搁差1000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就你甲看，这两个，一个比一个较瘦。散个。啊，像我看到你咧，哎对，你冇看到我，我冇看到你。拢背呢，对。是你有食无？我有。你有真熬食无？我其实我真熬食。哦，会有的人真正食袂大。山产高水水。嘿，原来数这空气就肥啊呢，无法度真正，嘛是趁年少年啦，对啦，吼，会当咱通啊食的时阵改一个习惯，就是安尼就真简单啊。嘿，要散起来要偌水拢有啊。对。是，好来，即马要水就是要去佚佗，加油，加分数摕起来上水。好来，上回咱今日去倒去佚佗。来，刷落来吼，这个影片咧内底有一个饭店，听讲是7000级的，请你帮我讲出是什么名的饭店，2个字。哦，7000级的饭店哦，2个字的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哦，你应该知影哦。知影。哎呦，哦，来。小勇，这台语是要安怎讲？杜拜。杜拜是迄个城市，伊的饭店嘛做啥物名？饭店的名？就是迄个形啊。我叫做啥物饭店？啥物船？嘿对。啥物船？帆船。帆船。听起来是咪无啥结调，好结调。帆船，你确定吗？我无确定。帆船。哦，帆船。好，来老师，伊安尼念对唔对？差一丝啊，嘿。哎呀，差一丝啊啦！不要紧，咱继续看完，等机会就伫遮。来，继续看。海中水，来，芳船，确定？确定。老师，伊安尼念对唔对？哦，恭喜！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了3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来，这个芳船饭店，吼是杜拜，杜拜足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啦，吼，爱起伫对波斯湾。这个人工岛顶悬，吼，啊，伊干那有一条街当入面哦，啊，若袂得坐直升机才会当到位，吼，啊，是1999年起好的，不管是饭店内底车级就是装潢啦，吼，装潢啦，吼，啊是啊服务哦，拢是1入1的，互你哦住伫内底，哦，袂输咧做皇帝咧，足享受咧，吼，所以记者才喊讲啥，这间饭店吼。
唔啦是6星，是啥？7星级的饭店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即摆上重要的，唔是饭店，是给你看分数。哦，来，看完量的，即摆有1万1000。啊，来咱小的咧，我毛9000哦，袂歹。好，今日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有8提示，上有一个问号，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嘞？上诶？哦，这8个提示吼是台语词乌、元老、淡水、俗语、旧地名、皮蛋甲抽管。是。以后每一个词都是有一个问题，啊，问号就代表伊内底奖金上济15000，上少1000哦。哦，看恁安那算哦。加油！好来，这有一届通啊支援的机会。嘿，使画救人。嘿，画这救人吼，袂晓一届尔哦。嘿，啊，而且阮这人分数较少的吼，会先来选。哦。吼，这是一个规定来，所以讲小嘿来。好，淡水。淡水。好来，咱来看淡水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15000嘞。上关的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当年旧历5月淡水大拜拜，伊是咧赢倒一身新名吼的绕境活动咧？嘿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！啊，是你要问队友。支援，敢若是妈祖。妈祖。是妈祖娘娘。妈祖。阮今年过年的时阵，毋是听到三江的放炮啊？敢若有印象哦。妈祖。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来，妈祖对唔对？淡水5月大代志是赢倒一身新名的绕境活动咧。请问，当年旧历5月淡水大拜拜，伊是咧赢倒一身新名吼的绕境活动咧？嘿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！倒一尊新名。淡水有拜一个新名啊，嘿啊，迄庙有去呢。来吃哦！好，加一试落啊！啊，是你要问队友。支援哦，来，有人住淡水无？妈祖。哦，我刚刚有听到阮某的翠萍讲，会使讲出来，敢若是妈祖。妈祖。是不是妈祖娘娘？妈祖。阮今年过年的时阵，毋是听到三江的放炮啊？敢若有印象哦，但是都安尼擦红红安尼，敢若是妈祖。妈祖。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来，妈祖对唔对？好，到底是倒一尊新名咧？来，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唔是妈祖啦，是这个清水祖师。祖师爷啦。哎，对，啊，若讲到这个清水祖师吼，有一个真趣味佮怪奇的神迹。若要地动进前哦，这清水祖师哦，伊个啥片啊，就会落落来，啊，大家就安那紧走出去看，啊，怎啦闪过这个地动这个灾厄，所以人拢叫伊啥落片啊祖师，吼，啊，伊真灵性嘛，吼，真灵性，所以当年旧历的5月初5、初6淡水大拜拜，这清水祖师拢会出来出巡，啊，绕境。替大家消灾解厄。是哦，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哇，万五飞去啊啦！不要紧，内面阁有免烦恼哦。够万二个，够万二个。嘿，来，小亮哥哥，你要选多一个？俗语。俗语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俗语的奖金有偌济？哎，9000哦，嘛是真厉害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无米有真句，无囝抱新妇，是咧讲人无实际，还是讲伊运气好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无实际还是运气好？无实际。好，来，咱试咧，嘿，下副啊啦，来，无实际，对唔对？奖金，奖金得来
就高清喽。来，请老师解说。无米啊，有咧精米这个精区啊嘛无效嘛吼。啊，你无囝啊，你去抱一个新妇啊，要等来养饲，啊这嘛无较早嘛吼。是啊。所以这无米有精区啊，无囝抱新妇，这句话是咧讲人啊啦。去食下大冤啦，无实际啦。无实际哦，真好听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搁继续哦，紧的探烧。红林今年够今年甲摕落来。元老。元老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元老的奖金有偌济。3000。嘿，不要紧，咱慢慢查去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我下努力的手内，一手提拐啊，一手是提什么物件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提拐啊！啊！哎呦！来，红线。红线。对。好，快点。准备要去别人。哦，要去别人啊啦，嘿。好来，红线对唔对？是唔对？我嘛感觉是红线，是。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这个元校老人，咱一般讲元老嘛吼，啊尊称伊是元老公、元老爷、元老神君，啊伊是道教的神明，伊专门咧管啥男女之间的姻缘啦。吼，所以伊有一抱这啥长长的这个白白长长的喙手无吼，啊看起来足慈祥的。伊的倒手摕啥？姻缘谱，姻缘谱，啊正手摕拐啊，所以答案是姻缘谱。提拐啊，原来是安尼。姻缘谱啊，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哦，学到啊。嘿，唔过学到哈，来个选继续。来，旧地名。旧地名，好来，咱来看下旧地名奖金有偌济？7000，袂歹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哦。请问水沙连是台湾倒位的旧地名咧？是南投的日月潭，还是屏东的垦丁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唔免10秒。哎呦哎呦！来，南投的日月潭。哎呦！好，来，南投的日月潭对唔对？来，奖金，恭喜你的7000咯！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来，水沙连是日月潭的旧地名，是较早原住民内底有一族，生做真水的，叫做小族少族，哈，伊生活的所在哈。啊，伫日月潭有一个岛叫做水沙连岛，是因咧拜祖灵的所在，即马叫做光华岛。光华啊，你可能就较听有，嘿，光华。好来，红林加油加油！哇，嘿，我有一个看无是抽什么？抽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抽管一般就是哦，抽管就是长高，要当大人才抽管。抽管，好来，抽管的奖金有偌济万里，多谢，袂歹啦，袂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句话咧讲啊，查甫大甲25，查某大甲什么咧？是大多还是35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应该知影吧？是大多还是35？大甲25，查某是。甲恁好同款啊。好来，大多。大多。好来，大多对唔对？恭喜摕到5000咯！加去。查甫大甲25，啊，这25就是25岁意思哈。是。啊，查某大甲啥？大肚，就是有心嘛，大巴肚哈。啊，较早的查某囡仔因为伊较早嫁，所以大概是大甲18、9岁，18、9岁就袂大。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搁刷入去哦，剩3题尔。加油加油！是。大义时。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大义数啦，奖金有偌济？10000哦，10000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上轿这个词吼，是讲一个人伊表演真出色，还是伊足受气的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上轿，上轿，你读轿哦？轿，伫咧遮伊是破音字上轿，叫嚣的叫。哦，来，你有答嘛？表演真出色，
哦，好，表演真出色，对唔对？奖金，恭喜你的万利啊！你越来越会用哦。我终于爱上他了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这个事真困难哈，来。上叫就是上好的叫嚣啦，吼！无论是咱学功夫，还是咱做表演，拢互人啊啦学得有对啦，吼！咱就讲这款人是上叫的好叫嚣，比如讲一般的这个高祭天，通台湾省上上叫的，就是讲一般的高祭天是上好、上出色的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亮哥。你也未去用到机关呢？免用，嘿，暂时啊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暂时无要用，咱继续。红林，皮蛋甲鹅，嘿，皮蛋，靠啦嘞，皮蛋，好皮蛋。好来，咱来看下皮蛋的奖金偌济。1000嘛，我算掉。没，我拢算些。题目会晓就好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皮蛋豆腐真好食，大部分的皮蛋拢是用什么动物的卵做的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动物的是。什么动物的卵？嘿。皮蛋是什么动物的卵？你捌食过啦吼？什么动物的卵？哥哥咧甲你教。好。哦。真侪物件拢是安尼呢。比这安尼嘛是无简单用不是啊，哥哥无讲啦。提醒我是鸡卵，卵啦，太高水，太高水，好卵对唔对？恭喜对1000哦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来，其实这鸡卵甲鸭卵吼，拢会当摕来做皮蛋啦吼。啊，毋过鸭卵啊啦，较大粒，爱卵仁较大嘛，伊的壳嘛较高。啊，特别是个啥，伊的脂肪啦较侪，脂肪就是脂肪吼，所以你做出来皮蛋啊，你的口感定定会较好。所以较正版的皮蛋。拢是用鸭卵做，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安尼即马知影是鸭卵啊吼，唔当个鸡啊哦。好来，哥哥来，鹅啊，好来看，鹅的奖金有偌济？10万呢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倒一个地名是真正有鹅的所在？是嘉义的本基鹅，还是台东的嘉明鹅？哦。是嘉义还是台东？你有10秒的时间。你要机关叫一下机关或者救人嘛？好了，机关者。来，机关者来，起来哦。来，起来，来。是台东的嘉明河。哦。确定哦。你确定哦？确定。好来，第五节。来，台东的嘉明河对唔对？恭喜啊，加1万！哇！哇！是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来，本基鹅伊唔是鹅啦吼，伊是一个啥山凹，就是山凹吼。因为遐啦三面拢是山，啊，迄地形敢若啦，咱迄个较早咧不测啊。啊，是咱咧不涂迄个本基，嘿，敢若本基，所以就甲叫做本基鹅吼。啊，台东的嘉明鹅是台湾第2悬的高山鹅，哦，伊的景致足水的吼，所以有人形容伊类似是天使的目屎，天使的眼泪，所以嘉明鹅它真正是鹅吼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2队咱看一下分数，好，看阮两家，今嘛有4万9千。啊，那咱小价咧，哦，嘛有1万5千哦，嘛真牛哦。好，今日咧1秒达成金。嘿，1秒达成金。大家动脑筋。来，咱即马看奖金偌济。哦，破纪录4万9千啊！真正第一个哦。头一个。超第4万9千哦。
49000就是49秒。是，不过49秒无够呢。无够啦，因为一开始就靠秒啊嘛，吼，再加30秒啦，变79秒。 79秒哦，加油哦！嘿，等你提示拿出来就紧来看，嘿，啊，就知影什么话就紧来讲答。对，好，好，来，咱这回也无3题哦。3题，好，来，咱今嘛有79秒哦。 79秒破纪录，哦，破纪录。一秒换1000。好，来，第一个提示，伊的背，嘿，伊的背是啥物动物的？哦，啊，再来，伊是食奶的动物，哺乳类。食奶的哦。食奶的背应该无济啊吧？嘿，第三亲像鸟鼠。鸟鼠哦，会飞。会飞。台语叫啥物？紧来，会倒掉哦，倒掉。你讲啊！小亮哥要来挑战奖金，伊会当摕走偌济咧？好，来，咱这回也无3题哦。3题。好，来，咱今嘛有79秒哦。 79秒破纪录。哦，破纪录。一秒换1000。好，来，第一题有几个字？哦，2个字。2个字哦，来，今嘛有79秒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，伊的背。嘿，伊的背是啥物动物的？哦，啊，再来，伊是食奶的动物，哺乳类。食奶的哦。食奶的背应该无济啊吧？嘿，第三亲像鸟鼠。鸟鼠哦，会飞。会飞。台语叫啥物？紧来，会倒掉哦，倒掉。你讲啊！比伯，哦，正啊！哦，微博。对啦，吃了都爱讲啊，吃了爱讲。嘿，安尼无秒数就用扣掉啊！你起码看你无秒数。对啊，伊个扣2秒。那么你也减2秒啦。对啦，吃了就讲。是，你看。金条的厉害。免揪丢，会飞。嘿，爱食奶的。嘿，啊，而且饲鸟鼠。嘿，爱伊拢倒掉。迄个。哎，有当时会发出迄种超音波，嘿，咱听袂到的。国语叫做蝙蝠啦，啊，台语叫做蜜蜂啦。嘿，啊，嘛会使叫夜婆啦。夜婆嘛，会使讲夜婆。是。好，来第2题哦，加油哦！哎，第2题咱有3个字。3个字哦，即摆已经剩60秒哦。可袂歹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题是用茶做的。用茶做的。啥物件用茶做？紧想一下吼，来，第2个，伊拢爱靠伫你的下海。哦，用茶做咧下海。哦。来，搁第3题是4条弦啊。4条弦啊。来，提示姐姐，我爱靠咧下海。violin。哎，台语。小提琴。小提琴。哦，正确。小提琴。是。哦，对，有影放伫咧下海啦。白亚玲啦，吼。嘿，白亚玲啦。好来，咱即马看者，即马剩39秒，就是39000哦。靠10秒去啊！哦，来哟，上尾一题啊，几个字？哦，嘛是3个字。嘛是3个字哦。加油哦！好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题是有爸仔母的名，表示是物件哦。哦。再来，第2题是好代志。好代志。什么物件好代志哈？再来，第3题是爱开钱，看到爱开钱，什么？紧讲。红车啊！哦，正确。哇！厉害嘞，够23000啦。哦。真好，真牛，真牛。厉害！是，你啊看提示，哎，爸仔母的名，对，爱写去嘛，对，啊是好代志。你看到爱开钱就知爱对，爱开钱，红色的嘛，红色的炸弹吼，落尾一个喜，哎，就红贴吧。正确。是，好来奖金我这，今麦奖金有23000块。23000，好，咱今麦进来去颁奖。好，来，恭喜！哎呀，冇题啦，哎，冇票来个金牌啦，我你啦。哦，来，厉害呢！哦，真正有影恭喜！感谢！哎，不过你真正有影脑力吼，真正爱叮当咧，真厉害呢！江湖恁久啊吼，这个代志较知影啦。啊，其实哦，这题目哦。今仔都下到我啦！哎呦，爱开钱下到你啊！哥哥又甲生活经验放伫心肝内啦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，谢谢。专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爸爸，互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感谢红林，下回再过来。谢谢。祝顺产。谢谢。下回再过来。谢谢，差几叔叔啦，谢谢，谢谢亮哥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，谢谢，自由。老师。